大家好，歡迎你嚟到周佛學講堂，我係周佛學。喺而家嘅天運呢，係屬於下元九運，亦都係個火熱嘅日子。咁喺神功門嚟講，就進入咗另一個階段嘅。咁喺呢個階段裏邊呢，百花齊放，好多神功嘅師傅呢出現咗喺我哋眼前。咁呢啲神功師傅呢，有不少呢就進入咗中國嘅國內。咁因為中國亦都有開放嘅一面，咁所以咧呢啲神功門弟子咧睇到喺中國裏面咧都傳播得好廣泛。有啲咧由香港傳入啦，但唔少咧係由東南亞傳入嘅，例如新加坡啦、馬來西亞啦，咁都有嘅。不過咧樹大必有枯枝，咁好多嘅神功門嘅師傅啦，所做嘅方法咧，我係唔敢認同嘅，因為早期咧唔少所謂師傅啦，喺香港或者東南亞學到法之後，因為佢哋要交入過教費啊、學習費等等啦，咁佢立到去中國傳教之後咧，佢係胡亂咁樣傳教，根本唔會考慮下神功門嘅歷史背景啊、行為啊，總之咧希望快啲回本，即係收翻佢自己當時入教嘅成本啦。而且覺得係有得賺嘅喎，因為譬如佢1萬蚊喺東南亞學咗，翻嚟之後傳5個弟子5萬，佢咪賺咗4萬咯。所以佢哋視咗一門生意，而佢哋功夫咧係根本只係皮毛啫。我直接認為咧，呢啲師傅咧，佢根本係冇資格成為神功門嘅師傅嘅。呢種現象咧越演越烈，我哋咧覺得非常之遺憾。咁當然啦，喺香港啊，亦都唔少有啲咁嘅師傅嘅喎。呢啲師傅咧就求其咧就放徒弟開館啊，叫徒弟跟佢學嘢啊，學咗10年8年咧，竟然咧只係識咗啲皮毛嘅啫。甚至啊，大家會留意到一啲啦。有啲喺網上面成日出現嘅所謂師傅啦，咁佢哋咧原來係一種嘅生意嘅宣傳嚟嘅。呢班人咧佢有個公司，呢個公司咧聽講設立喺廣州啊，咁佢咧成裏邊啊，光係水兵啊就已經有200幾個，即係水兵意思就話佢四圍去即係宣傳啦咁樣啦。咁我哋有啲好熟悉嘅名字嘅人咧，都係其中之一嘅。唔好以為佢哋喺電視台啊講啲嘢就係因為真嘅，佢根本係種生意模式嘅操作。另有啲咧仲離譜，佢哋直情係行騙有啲已經被法律制裁緊、審緊嘅啦。譬如七乜乜鬼王乜生機王呢啲全部咧喺我眼中嚟講咧，我都覺得佢係只不過用神功嘅幌子啦去進行詐騙嘅啫。我師公咧曾法妙啦，一向告誡我哋，並且斥責我哋，叫我哋千祈唔好胡亂去賣廣告。佢認為咧，神功門係唔需要用廣告去宣傳嘅，我哋要用實力。我哋如果用實力幫到人，自然就可以做到我哋嘅目標。而神功門亦都唔係一個揾錢嘅工具。如果你立心用神功門去揾錢啦，我覺得你一定會遭受到天譴，即係上天會放過你。而普通人咧就視你作神棍喎，咁不但俾人鄙視啦，而且將會受到法律嘅制裁添嘅，所以大家都要切記呢個知識啦。如果以修道立場嚟講咧，呢種行為咧不但唔可以修成正果，亦都可能咧因此咧令到你萬劫不復嘅。尤其是
玩弄神通、玩弄鬼神嘅人呢，係尤甚之嘅嚇。我本人呢，從事神功嘅工作呢，差不多都有40年啦，差唔多有40年嘅啦。一直以嚟呢，都係戰戰兢兢、腳踏實地，依師所行，照師所指，不敢行差踏錯。雖然呢，我功夫唔算高，但都可以能夠幫助所有嚟求我嘅善信得到滿意嘅答覆，解決到佢困難嘅。咁近日啊，就好多外省嘅有志之士呢，就走嚟香港揾我，就希望要重管。意思佢本身呢，都差唔多有5-6年嘅做師傅嘅經驗啦，但佢個師傅呢嘅資格呢係隨意俾嘅，俾錢就做得㗎啦。有啲人甚至入教半年就話做師傅㗎啦，最緊要你可以交齊啲錢。咁佢哋呢班人呢，覺得唔啱喎，即係佢發覺有問題啦，唔啱，於是呢就走嚟拜訪我。咁喺個細緻了解嘅情況之下呢，我更加知道原來中國內陸呢好多呢啲問題存在，而已嘅程度已經比普通嘅人呢覺得佢有問題㗎啦。咁但係中國人多啊，迷信亦都多啊，所以佢哋仲有市場。好似有幾位喺香港已經冇晒地位嘅師傅呢，都走咗翻去大陸發展㗎。咁你詳細去探討下就知道係邊幾位㗎啦。我本身呢，本來應該退休嘅，咁因為呢，由於有宗教上面嘅責任啦，發覺有呢啲問題啦，所以我就仍然堅持呢，再執教鞭，希望能夠用我個人微小力量啦，撥亂反正，教導呢啲有志之士嘅同門，等佢能夠喺國內邊呢，百花齊放，到處開花，到處設立神廟或者神壇，去盡量幫助他人。咁我就可以盡到我自己喺六日門嘅責任啦。我今日嘅演題呢，唔係要指責邊一個人，係想用我自己自身嘅經驗啦，係同大家商討一下，用拋磚引玉嘅態度，希望得到大家嘅指正。如果大家有問題啦，可以用我嘅 WhatsApp 同我聯絡，係香港電話91792361，我將會盡我嘅能力向解答你嘅問題，亦都發表我嘅意見。咁今日我嘅講題就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。